咱来恭请着这个抛入位呢，这个水性大定呢，甲咱致辞，请咱以热烈掌声来恭请伊甲咱致辞。大会主席周天林，咱的王理事长，来自香港，咱的吴理事长，以及咱的周理事长，咱科技院朱秘书长，咱所有的老前人、前人、点传师、单主、道亲，所有的贵宾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真欢喜会当来参加咱今仔日经过义和圣堂正式来开幕来启用，看到遮尔宏大的景观，尤其是伫台南县遮尔好的风景区乌山后水库这个所在咧，差不多等于会使讲另外一个真重要的观光地区，一定会将台南县。这观光人口咧带来另一处的高调。除了这对着台南县的贡献以外，我相信咱的兴业义和圣堂的启用，嘛会当互咱一贯到咱这道亲另外一座精神寄托的一个所在。所以今仔真欢喜咱这个义和圣堂会当正式。来开幕启用，嘛要借这次的机会，要不忘咱遮所有的道亲咧，大家会当意志一致，互咱这个大精神会当发扬光大，互咱这道亲朋友每一个人会当伫咱的精神领袖之下咧，大家人拢会当得到真好的这个庇佑，而且我要祝福咱所有今仔舞会，咱遮的道亲以及咱遮贵宾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感谢着咱校立委呢，会使讲有那是节目的当中呢，来赶来到入咱这个典礼的这个大会场，而且呢，佮感谢着咱校立委呢。以慈悲呢来甲咱致辞，而且请咱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呢来感谢伊。